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青上救生衣，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吴伟霆伫咧市议员刘维英以及四昆新龙山市主委共同邀请之下，坐上摆啊，亲身来体验着四昆新红树林水道的原始风貌。这个红树林种类丰富，整体呈现的感觉也真舒适。坐伫咧船顶的人会当享受着水岸的风光。当地民众嘛希望讲会当打造一条对昆新到安平的纳石公路。安尼不但会当疏解着安平的交通问题，嘛会当创造南区的观光能量。面对着民众期待，吴伟霆伫咧亲身体验了后来表示，这个所在确实值得好好来开发。我觉得今天这样看哦，觉得其实非常让我们印象深刻，而且这个地方，第一个潮差小，第二个波浪几乎没有什么波浪，所以安全性高。那让这个，而且沿途的风光不管是红树林，还是甚至有一些鸟类，我觉得蛮好的。那游程又不会太长，就不会大家觉得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它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而且交通问题可以解决，又可以带动观光，那又可以这个带来产业发展的这个好的路线。我觉得其实这个路线值得我们做一个示范区来推动。将来推动顺利的话，从日航开始。那慢慢要变成夜航，全天候的，至少到晚上都可以做。好，然后接下来还可以带动一些台南市的西北地区，也来发展局部区域性的这个水上蓝色公路。我们觉得这部分是值得可以从昆喜湾这个地方来试办规划。那如果有机会选上的话，我们会优先从这个地方来开始做。我想这个路线如果可以发展的成功，其实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个通往安平的拥塞的问题，让游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昆喜湾玩，也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透过刚才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海上的风光相当的明媚，相当的漂亮。如果可以再伴随着音乐，伴随着美食，相信这一条一定会变成国际级可以吸引人潮来观光的一个路线，所以未来我会跟黄伟哲黄市长一起努力，来推动这一条蓝色公路，来让我们的昆喜湾可以更加发展。打造南区昆新到安平的纳石公路，增加着水路的交通功能，也当帮助游客更加深入了解甲熟悉台南在地文化甲地理等等的相关知识。未来假使这条纳石公路会当完成，一定会当让南区以及安平区创造出双赢的局面。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咧气氛轻松的咖啡厅，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书博当甲导演以及剧组人员互相讨论，要如何来进行新广告翕的内容。这届所要翕的是有关2019年，假使高书博若当选台南市长，未来台南所会呈现的状况。今天拍的这个 CF， 我只是大略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主要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传达，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选上在市政府为大家服务1年后的台南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一些愿景随着选举的日期越来越接近，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书博嘛越来越拍拼来接近民众，了解因的需求。这届高书博借由这个新广告，希望会当唤起到台南人希望改变现况的决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图书总馆新建工程，在去年7月正式动工了后，经过1冬外的努力，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3成，超过预定进度5.7%。未来在完工了后，将会提供所谓学习、创客以及五感体验空间，有设立台南名人堂等多项设施，在户外。嘛有规划展演空间以及儿童主题公园，会当为广大台南市民提供更加多元的文化服务。很快的，我们Diwali Day 换年初我们可以来一起打开这个礼物那么来呈现给我们市民
那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而且这不只是这个转图边啊，各有1.8公顷的儿童公园，儿童公园，而且是有共融式的，所以我相信家将来是一定是影响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可能发展的一个契机哈。那要感谢互助营造还有这个张马龙建筑师，我想张马龙建筑师在咱南部就出名，很多重要的桥梁建筑都是他设计啊。互助营造不只是南部，是全国知名啊。就一个高雄的世运主场馆，一个刚刚鸟巢，那个世运主场馆就是他们公司60年的代表作，所以我想呢，这是咱台南一个非常好既可以说是继平时营区还有南台南副都心之后，第3个非常棒的优质的一个居住的环境，而且很有未来性很值得大家来期待。咱希望在咱以为咱干到咱各局处共同努力，我们把这个地方让它打造得更美好。对着这项新建工程，地方上嘛充满着期待的声音。我们现在热烈期待就是总图的这个新建竣工包括未来可以甚至启用。那看起来就是进度没有落后，还超前。那很高兴的是，应该在后年我们会看到一个新总图来落成，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来使用。这个总图在我们这里也能够真的发光发热，让我们所有的永康市民都与有荣焉所以我们也代表地方感谢大家的努力，也拭目以待了在永康炮校陆续搬迁了后，这个区域就开始规划成文化创意产业区使用。台南市立都市总馆新建工程将会是这个区内第一个落成的重大公共建设，嘛邀请所有市民朋友做伙期待2020年的到来，一同见证台南市立都市总馆的落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好评。第2届梦幻越南选美比赛将要在这个周末假期来举办。今年总共有50多位越南的姊妹报名参加。比赛分做妈妈族甲2代族，和过来台湾结婚生囝的越南姊妹以及伊的后代，会当伫个舞台顶展现在个。这届主办是由企业家李氏王燕甲一位嫁去美国的越南姊妹共同出钱来举办，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和过来台湾的姊妹展现出家己的智慧甲美丽，提升自信心，互因会当走出家庭甲社会融合，嘛会当互家己甲后一代更高竞争力。12月2号我们办这场选美活动，梦幻越南选美活动，就是因为我发现出来，我们越南美女很多人在台湾结婚了台湾，少了自信，我要用一个舞台。我梦想说，给大家起来培养自信，给我们台湾以后更好的，给他走正路，给他帮忙到想好的，可以帮忙到我们的社会。我的希望就是给大家美美的走上舞台表演。比赛评分的标准除了有外表以外，嘛有机智问答等等，让越南的姊妹会当充分来展现出自我的美丽甲智慧。比赛就是第一次，就是我们身材，脸还有身材，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二次就是我们看他就是走路呢，还有没有优秀，智慧。第3次就是智慧看他们有没有爱心啊，还有会不会，我们会问他一下不回答的事情，可是看他有没有漂亮、优秀，还有智慧，才得到第1名得奖。第2届梦幻越南选美比赛11月10号暗时将要在南区南都里活动中心来举办，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看比赛，为美丽越南姊妹加油打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手叉个腰。我听说这里面是一个祭坛，对，就是他
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对，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不了5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点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心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1，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撕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1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最近百货的周年庆拢是民众想要抢便宜的好机会，为伫西门路的百货业者嘛将伫8号要开始今年的周年庆。即届除了满清上百甲侪侪商品优惠以外，也有使用 APP 抢限量的商品甲 BT21的卡友礼。上大奖就是即台汽车，只要使用会员点数20点就会使抽一件。想要抽好礼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在正奖的部分呢，就是有全馆的满5000送500，化妆品区的部分是满2000送200。那在名品单柜大家电区法雅克加 S 的话是满10000送500。那首期日有再加码是贵宾卡卡有独享的满10000送1000。那除了正奖回馈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有独家的抽 Luxury 汽车的活动。那只要使用贵宾卡点数就可以参加抽奖，扣点数越多就可以参加中奖的机会就越高。进的卡友礼的话是 BT21联名卡友礼，那它可以消费满额获得，也可以扣点加价购。那超多款式又实用的联名商品，那就等顾客来收集带回家。除了侪侪周年庆的优惠以外，百货业者去年推出大受好评的耶诞奇幻乐园，今年嘛用更加盛大的规模甲民众见面，刷落来嘛将会推出日本甲韩国的商品美食展，要互台南的民众伫年底时阵有一个踅家的好去处。
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起跑装扮佮搭配老歌，慢慢来起舞，互现场充满怀旧的气氛。这届中营国际连锁酒店用了一档的时间，由北中南总共10位专业的导师师设计规划了一份经典的菜色。这些料理拢是顾客爱食的菜色。来品尝的顾客可以让参加到遴选上爱经典菜色的抽奖活动。上大奖有机会会当带到总统特房。整个长荣集团发展了已经过15年，这过15年的这个菜肴跟它共同的成长，有它的一个所谓老顾客老味道的一个回流。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来跟我想。来呈现出整个长荣连锁酒店，不管你在台北，不管你在基隆，不管在礁溪，你都可以出到这些菜肴。那这个就是我想整个连锁酒店为了推展这个最大的目的。那我们大概会整个10年时间挑出大概20道菜。那最大的目的，希望台湾料理能为我们下一代留下主产。那这个菜系里面，第一个在煎饼菜，最主要是在代表长荣的一个永续煎饼；在地招牌菜，最大的是在于就是落地生根。除了经典的菜式会融入中营酒店中餐厅的菜单当中以外，业者也特别伫11月17号，要伫暗时来举办着老上海的大型宴会，要用美丽的歌舞表演甲上海菜式，带大家来体验上界正宗的暗会气氛。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在毛豆产业文化节当中，出现了2项特别的美食，这2项分别是毛豆冰淇淋甲毛豆烟肠。新市农会为了推广毛豆，嘛积极将毛豆运用在无同的食材顶面。去年先推出毛豆冰淇淋，备受民众的喜爱。今年嘛来推出毛豆烟肠，因为伫烟肠内底加了毛豆，食起来嘛更加美味、更加健康。一推出就引起民众抢咧采买。农会每年为了要来做推广毛豆的这个产业呢，我们会用毛豆来做很多其他的附加的商品。那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有鉴于每年中秋烤肉的时候，阖家团圆都会用香肠来做一个烤肉的食材，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个美味的食品当中，添加了毛豆之后，就可以在美味之中多加了健康，让我们的国人可以享用既健康又美味的食品来欢度我们的中秋佳节，所以产生了毛豆香肠的这样子的产品。那一推出，大概在2个礼拜之内，2000多份就销售一空。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毛豆节，我们特别再将把这个产品推出来，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认识我们这个产品。现场嘛会使看到一位国外来的朋友，伊是新市国中的国际志工，伫校长的带领之下，特别来熟悉新市的毛豆。同时嘛，甲校长做伙品尝即届新推出的毛豆烟肠。So I really like this Taiwanese sausage, and it's even better when the green soybean is inside. I think it's very creative, and I'm very excited about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all of this and see all of this. Very nice. 谢谢。这个毛豆香肠吃起来特别的清爽。那香肠有时候我们刚吃起来会非常油腻，但是毛豆加在内馅里面。吃起来就不会太有负担，是非常清爽的一道零食，一道美食。新市农会嘛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开发无同的毛豆美食，嘛欢迎消费者多多来支持，品尝健康又个美味的新市毛豆。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